教育释文第69集。这集咱来做过，顺续介绍一寡相关的台语用语。想要做过烧圆仔，前一暗爱先泡糯米。浸好的糯米，刷来用石磨来下米，免啦，时代无共啊，下米免遐麻烦，用石磨小家庭用果汁机碰碰一下就会使啊。下好的米倒入去锅底照阿嬷的古法是爱放伫椅条，咱做的分量较少，直接用石头来缀就可以啊。若找无石头，家己做一粒石头，缀互焦就是白白的果脆。青的果脆糊糊袂做得过，爱切几块做果帽，定互杂，撒互熟，变做 QQ 的果脯。烧烧的果脯爱炭烧含果脆烂做伙。现代人若有搅拌机，也会使用机器代替人工。安怎互嚼？糊糊的果脆就变做 QQ 的果帽。有烂好的果帽，就会当来烧圆仔，也会当包红豆餡，就有大粒的甜圆仔通食。搁包较大粒的，用果模印出红菇的形。我找无果模就省略这步。餡包好，放伫果盒准备来吹。果盒就是月桃。即摆总共做12块果，大细粒是照心情做出来啦。阮阿母看到一定讲无一个定着。12块放入去笼床拄好，水滚搁吹10分钟就会使啊。因为皮薄薄尔，10分钟就够啊哦。我即摆吹12分钟，有小可过头。若做了无水，其实嘛无要紧。用 AI 来美化一下，也是有 Q 底底红菇果通食。这是我用细汉甲阿母做过的记忆所做出来的红菇果，欢迎指教。有安尼的记忆，刷落来字就真好学啊，学有文化深度的用语。这字毋是早前中文讲的好笑的笑，这字是传说中红菇果 QQ。Q 底底的 Q 有影无？来看文献，讲文写的气9切就是读 Q， 搁有孔子讲写的 Q 字，豆敖句以为 Q 字，这是毋是就是咱烂果的果脯？果脯孔子讲是 Q 字，咱搁会使学一字 Q， 中文讲的拉 Q 大数。Q 头前的 Q， 咱捌讲过这个 A， 五芒记事法的下早下昼下晡下远下暗。你捌看过下暗新闻无？是关电火看新闻哟？无啦，是下暗新闻啦。日头已经落山的暗时的新闻啦。A 的意思。有一只手一直推动，互伊循环转势，石磨就爱一直转一直势，才有法度下米。所以下米共款写这个 A， 一直循环的 A。烂果写这个烂，字花讲的溜皮呀，烂互 Q 是毋是就是溜皮？搁手爱用力，运册拢有写的。细汉的时，阮阿母拢甲烂果这种爱出力的工课交代互我。今仔日做的果，就是凭细汉的记忆做出来。装潢人教育部教人爱写做人床呢，是要互我的红菇果睡觉的所在哟。莫做耍啦，人床，咱写这个床，穿出来烟会壮，所以写这个床。煮食用炊，这伫古早是上主要的煮食方式，所以炊磬就变煮食的代称。拢用炊，所以人床就真重要，真普遍。偌普遍？遮普遍，
有5味酸通写哦，安尼有普遍无？食冬节圆加一岁，为何？因为过年啊，所以加一岁。商朝的过年就是冬节。文化传承3000年，有可能无？语言3000年不变，有可能无？这集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咱下一集明年再见。